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就伫哦，客家电视台一直就同用心做动作戏剧啊，电视剧陪大家来看。今本日又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就要来播出的一部戏剧，按到最美一封情书，就到呀4月22号礼拜六按晡头9點的時間，我來同大家來見面。大家可能會想講，亞明嘅一兄，好像有談過哦，有談過哦，喺那邊談過呢。有可能喺2-3年前，又落到劇場底度來看一部動感通人，唔過又有啲好笑嘅一部戲劇，可能大家有啲嘅印象。也擺老記變做天師天陽，同大家來見面，也差唔多2點鐘嘅時間，大家就做得好好來看一部戲劇。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小嘅哦，細細格格來分享。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主角劉水琪姐分享。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劉水琪。哇，心跳加速，有没有看到偶像的感觉？很开心。分享水琪姐，接下来是男主角来分享李小琪分享。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劉少奇。分享小琪来到节目当中，演到4啊個位，很帥。接下來係也部戲係唔單像係天師天陽，韓國咩係舞台劇嘅導演來分享，請男主導演分享。大家好，我係導演。分享導演，偏偏好客家話都冇簡單哦。導演還要就是導這個，不僅是舞台劇的部分，連這個電視電影，會做客家嘛，故時要聽演員們全部都講成客語。其實，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我覺得我好像是韓劇的導演，就是都聽不懂，是不是？沒有，其實因為這個詞原本是舞台劇，然後把它轉換成電視電影，對，所以其實台詞都知道。但是有時候你在看畫面的時候，你就真的覺得，因為我的男女主角又美又帥。那個畫面看起來就真的覺得自己好像是韓劇的導演。真的，我聽到會同大家來分享，我自己看到樣片的世界，雖然是初剪，我就真的覺得那個粉紅泡泡已經漫步在我的世界裡面。用版講會有粉紅泡泡，其實也部戲劇啊，係一個用愛情呢。算是愛情喜劇嗎？有一點點喜劇的部分，然後但是來包裝一個非常嚴肅、有點嚴肅的議題，對不對？導演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作品其實是我們當時看到一個新聞事件，然後知道有些人因為家人的關係，就是安寧療護。就是在人都會走到最後一個階段，那面對最後階段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去處理、去面對？那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議題其實台灣是全世界老齡化最快的地區，所以這以後我們都會面對的。所以我們想說，我們來做關於安寧療護的議題。對，然後我們就去找醫院裡面的安寧療護中心的主任，要問他說，其實台灣目前對於安寧療護這件事情，譬如說你一般問說，你願意接受安寧療護嗎？大部分人都會舉手，超過90%。他算係一度年有暗用嘅這樣子的想法，對這樣的概念，尤其是面對比較年長的，就知道說有些過度的醫療其實是讓家人多受罪的感覺。對。但是當問到說，如果是你摯愛的家人或親人，你會簽名嗎？這就很猶豫，這就會很猶豫。那甚至我們在談的過程當中，其實一直到目前為止，最困難其實是兒童的安寧療護。我想到心都有點漏一拍的感覺。對，小朋友對他說，這個甚至連醫生都有時候很難下手。對，他們現在其實安寧療護已經進步到說，連急診室都會有安寧療護，因為以前急診就是說我一直救到最後。對，到最後不行，人走了。但現在連急診室有些醫院裡面都已經有安排說，救到一個程度我們就停下來，就讓最後的那個階段是好好的可以離開。所以我們覺得，這個議題還蠻有趣的。但是，可是因為我是比較擅長做喜劇的，很衝突。對，我常常說自己是苦中作樂的喜劇導演。對，所以面對這樣議題，我就希望說，怎麼樣能夠在開心愉快的過程當中來談這個嚴肅的話題？故說其實會講到懂層面問題，但是我覺得導演說，雖然你擅長喜劇，可是我覺得有喜才會有悲，才會感受到
那种不一样的落差，所以那就很考验2位主角啦。尤其係水琪姐，其實一隻角色啊，知道佢係一類。外表本人看起來就是，你看着海報這麼美，這麼看起來就是一位女強人的樣子。不過佢其實人生有遇到當到困難，也係講東南解決的事情。其實我知道倆部戲哦，講到當到裡下現代父母的狀況，因為裡下當到父母其實個經濟獨立，所以我會當強，哪個事情是會做，好，我看咩當會料理當到的事情。不過佢面臨到的是講倆隻主角佢有腦癌，他第一次係自家有腦癌，第一擺開刀恢復以後，佢知道自家當健康，其實想講佢要去圓滿他自己年輕的時候冇做過的事情。跳芭蕾舞啦，爬山啦，和所有乜嘅事情，其實想我去去追求，係，我就離下當到富人家，包括我自己，咪係人知道，離下喺中年期咧，中年咧，所以當到事情後生嘅時節冇辦法去做，冇時間去做，冇錢去做嘅事情，是應該去追求。不過是有一件事情，人家唔係講一家做追求到嘅是愛情。哦，愛情咪講，因為佢哋隻主角其實從後生其實從來唔是本人愛過，自家咪冇感受到愛情的滋潤。故說你隻帥哥出現嘅時間哈，當然唔係講因為佢黯然倒天嘅你啦，是講因為佢花嘅花嗬，畫嘅花有感通到佢，其實知道喲。不如感通到咧，佢咩知道就本兩隻富人家就感通到，咁樣慢慢一步一步發展出來佢嘅愛情故事。就最尾這個講到人生善終，而讓別人放棄，如何捨，如何得，當溫暖又很當心痛。故說你從頭講到行去，一搞要去到人。皮嘅嘛，皮嘅感覺要起雞皮疙瘩，所以這個是不應嘅男主角來講嘅哈。對，雖然佢嘅劇情安排是老少配，但是2位看起來實在很登對，我真的必須要這樣講。其實我真的覺得就是老少配是懂龍蠻啦。那我知道。老舞台劇嘅設定上，就男主角的設定上，有啲某強用。那我覺得在這個電視電影裡面的，跟男主角的設定，比較貼近我本人的個性，因為比較深情，自己講。對，就是我們在這個戲裡面過程中呢，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我覺得最關鍵的地方是，我們都看見了彼此最脆弱的那一塊。對，然後對我而言，我就會覺得，哇塞，一個就是。你就會很想要去呵護他，想要照顧他。那所以對我來說，我會覺得這個老少配是很合理的。而且我其實，在看劇本跟時間，就是也會一直在想說，要怎麼談這個戀愛，然後會去想很多，然後一起就是演這個角色的話，會讓我覺得很安心、很放心。對，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成立對我來說就是。沒有那麼不自在，對，就是完全就是很放心的在談這場戀愛。你們倆對佢嘅印象咧挺好，因為舞台劇嘅時節，佢是唔係男主角嘛，演其他的角色。係，佢從頭我看到佢出街排練場嘅時節，佢是一個人出街，點當認真。出嚟做自家嘅事情，佢冇事出嚟觀察睇家人，讓別人來表演。佢就嘅底子已經是很深厚了。嗰個禮拜因為時間嘅關係，因為當到嘅問題嘅關係，是最尾是用變到男主角變到佢嘅時間都演冇愛，我講當好啊，我覺得是天外飛來的一個。
很好的一个礼物。为什么？因为因为够帅。我不敢讲哦，你说出来我都流口水。没有，因为嘅落差动態，韓國其實吃到咗本人食嘅當然豆，佢只要吃到有一隻阿妹啊，冇說太擠啊，來食嘅一樣嘅感覺，所以你出嘅泡嘅時間哈。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違和感，哇，對，很快的，竇燕一開始也是很擔心，說，我們要出來喝個咖啡聊聊天啊，那個，可是我發現我們在聊天當中，我覺得他所有一切都準備得非常好了，他的底子已經夠厚了，就差給他一個機會，然後讓他能夠發光發熱。果不其然，我覺得在合作當中，我們互相的那種互相丟球的火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產生這樣。因為其實一開始真的是會擔心說，現在年齡的落差這麼大，這個戀愛要怎麼樣去談？但是我覺得他們兩個演員非常棒，都可以找到對方的某些點，然後能夠順利讓這個愛情往前推進。完全可以，我們完全的看那時間沒吃到有任何覺得尷尬或是覺得落差的地方，也就很順暢的浪漫泡泡就這樣子進行。對，真的是這樣子。故事很寬哦，也當本人其他嘅戲劇推薦大家來看，還有當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個電視台，清晨嘅天時天陽到4月22號禮拜六晏晡頭9點，我同大家來見面。今日節目當中哦，有請到女主角、男主角韓國導演來到現場同大家來分享。家下有談到吼，兩個為到去詮釋這個天時劇地度嘅無窮用嘅角色，然後要盡量讓這個老少配變得本大家做得來接書，然後可以有粉紅泡泡的感覺。故時候2-3年其實本來就很有默契了，對不對？然後一直這樣子加上自己的訓練啊，大家嘅搭配用下，才可以圓滿這一部戲。不過其實大家一開始可能有聽到阿權妹講，也本但係一部舞台劇，舞台劇變做天時。大家的舞台劇就是你可以在劇場裡面看到很多很魔幻的、很不一樣的去塑造出來，但是天時跟呈現方式又是不一樣的方法。所以想要問一下導演，從舞台劇到電視都是出自你的手裡，你自己覺得有什麼不同跟好處或壞處？哦，不一樣的地方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因為影視可以幫忙呈現的東西可能性，譬如說場景，我可以很多的場景去變換。那譬如說，我們也因為要拍電視電影，所以我們加了某些場景。譬如說有一場就是還蠻嚇人的，就是秀蝶的自己的一個幻想，回到家裡面，然後跟自己前夫的一個對話。哇，那一場真的是還蠻可怕的，真的。對，而且那是挖到內心很深很深的地方，那是舞台劇裡面沒有的，沒有，舞台劇裡面沒有的。對，哇，有種彩蛋的感覺。我覺得那一場戲，其實我不斷的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其實因為雖然外表看到的秀蝶是很向陽的，她很積極的。然後他可以為了成全，為了要陪伴女兒，為了很多事情，他可以犧牲他自己。對。可是呢，他有很多壓抑的東西，是他一直自己把它壓在底下。就在那一場當中，我自己都被我自己嚇到。那天非常可怕。我覺得那一個是所有的那種的東西在，所以我每次我剛看到導演的時候，我都想哭了。為什麼？我看到小湯我也想哭，因為這個戲從舞台劇走到戲劇到電視電影，其實那個深度是不斷的往裡面挖的。對，真的是把我挖空了。那幾天的拍攝是整個是，我想小湯也可以感受得到，導演可以感受得到，那種大家
为了这个创作，然后到最后那一刹那那种的爆发，对，所以到最后那个看到那个我的过世的先生的那所有的情绪的爆发的东西，它不是只是这个爆发，是他生命的所有的一个脆弱的崩盘。对，我记得我那天我自己在演这场戏，我自己也吓到了，是那种感觉。然后他这一场崩盘之后，然后要再去下一场，就是要去跟自己的女儿讲，说如何面对孙女，该怎么样处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然后我觉得能够把这个女人的为难跟恨，跟就那一股气整个杀出来。然后我觉得瑞琪姐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个演员那个爆发力，我说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那个无奈，我觉得真的是无奈。一个女人面对自己的家庭，面对自己的爱情，面对她一辈子就是要努力，结果又遇到更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小孙。但是我觉得那个妈妈的那个力量好强大，那个妈妈的力量好强大。为了我女儿，我一定要撑下去。没错，就是我去家里看给团的时间，我也是整个狂起鸡皮疙瘩，然后又觉得好心疼。就是即便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透过瑞琪姐的演绎，太感妹都得感同身受的感觉。好深刻，所以我就觉得瑞琪姐那时候在演戏那一段勾藏当中，你气嘎听抽要让自己在那样子的情绪里面，要维持在那样子的情绪里面，尤其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很重的角色。对，所以其实这种事有做嘛该准备，也是讲有做嘛该事情，比如讲有等于可能为老气嘎管到一个空间啊，都唔讲法，有这样子吗？该是参问来是转衣服看，我身上面滴抓出去的所有的那个关系。对，故说我转一些基本唔会老我多讲法。哦，我转一些通常你出来跑台州是出门的嘛。是都安排在9、10點、9點、10點，你這樣收工，這樣轉到不卡。轉伊我身上面差不多沒有衰咧，基本等來轉我是來第我轉來其實落去睡夢，我是去睡客房。哇！因為你太重，你還就要準備來聽音樂的東西。雖然我已經滾瓜爛熟了，可是你懂你的情緒也準備，你還是要把那個 hold 在那裡。所以這個8天吧，8天。这个东西是整个是爆满的，对，整个是爆满。当然，我觉得说，最重要的是讲，你到了现场斗演，工作人员、男主角，还有所有的演员，他都给我们能量。你去到讲来完成这个作品的时间，你去到係太可以空下來，個心係空下嘅。嗰時候你做一些也是懂有安全感，係你做的完全。承認嘅隻角色，你隻角色，你落去跟落去出來啊！專業嘅演員就會按呢哦，全部老氣架搞本工作，全部把自己都交出去，唔單槍按呢，連演員嘅部分咩愛動用心，比如講像 Silky， 我家一開始唔記得咧，我家堂弟同我啲嘅訪問記有上時會講一些客家話，我就很自然嘛，就是講客家話。我突然想到不對呢，佢咩客家人呢？对啊，这个是有天分的吧？我们单唱天使卡汤姆出了给咩哈讲你啊，刚才你也打这股的时间，给讲出了一个发很自然呢。因为我昨天上节目之前，就是我有特别看一下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来宾。就是有时候讲客语，有时候讲国语，我就很放心，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要讲一段就是完整的，对。但我觉得就是学这个哈卡发比英文真的挺复杂，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学哈卡发就是很有成就感，哇，因为就是你学完了，你就可以。
自然的讲，然后当然那个课语老师啊，然后旁边的朋友们也都给我很大的信心，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课语老师在骗我，他只是不想挑刺，所以他都说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我都觉得他在骗我。考试讲都懂，真行讲都懂吼，那个有天分，学习语言有天分，就是真的做得好多案呢。后戏随演，连导演都说像在听韩国话了，对不对？我在那个拍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好像在拍韩剧，因为两个又美又帅，所以真的觉得。在那 Morning 的前面，其实是非常非常享受的。然后少奇其实是跟我们合作蛮久的，那我觉得他也是极少数是可以从男一演到男8的。对，男8这么远是不是？对，他很小的角色都可以，他非常小的角色，但是他可以演得很出彩。就让你觉得哇，这个角色好亮哦，有时候都会抢到主角的光环啊。哇，所以这一次就直接男1。对，所以这次就直接说找他来，而且我觉得他在客语上面的努力真的是非常让大家非常惊艳的。没错。对，我们在现场里面，我们就因为有时候就忍不住会临时改词，现场的气氛或怎么样，有时候客语老师不在，他自己都可以顺了。太厉害了。对，我就觉得哇，这是真是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可以灵活运用。对。所以其实导演，因为导演其实也是全民大剧团团长嘛，对不对？同少奇其实也合作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找到少奇来演这次的男一，你觉得非常正确？哦，是赚到，真是赚到，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作品都有每一个作品的命运。对，那这出戏其实我们从要拍，然后碰到疫情就延拍，然后后来还延了好几次，然后最后组合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最合适的状态。没错。对，然后少奇，我永远想到说，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他以前其实是巧虎王子啊，走可爱路线的，是不是？对，他是就所有年轻妈妈们的最爱啊！天哪，他是巧虎舞台剧里面，对，他都是担纲主角的，所以他等于第一次演成人的舞台剧的时候，到跟我们合作，刚开始我都不敢给他笔记，因为他压力很大，很紧张。他跟谁演？跟郭子乾、夏静婷。哇！对。但是从第2年开始，就他有空间，就看到他开始进步。然后到第3年、第4年，他就开始自己发展一些东西。对，然后让这个戏变得更丰富、更有趣。他觉得他是不断进步。然后我后来才问他说：“你有影视的作品吗？”他说：“其实没有。”是第一个。对，是第一个。我说：“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对，然后看到他在拍片现场的那个专注，哇，真的，连瑞琪姐都这样说。他非常专注，真的，就以一个他在表演上他不是新人，可是以影视作品来讲他是新人，可能是因为觉得说他真的都准备好了，对，他对镜头也不陌生，他对这个时候他要展现出什么东西他都非常的清楚。哇，真的，对，我们都会被他感动，所以我们的那个情感就很容易交流。是。对，我今天就像小粉丝一样，我在听这些幕后的事情，我听得好入迷哦，真的开心呢。对，故事哦，就是同大家來分享呀，簽名一封情書，其實還有動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嚟繼續講。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24月22號禮拜六晏晡頭9點，我來播出嘅最美一封情書。也出天使天陽係對舞台劇改編過來嘅。唔過大家啲看天使天陽天使的世界啊，你可能會知道有一啲啲有一點魔幻寫實的感覺，我是知道也係同舞台劇最好的這種，好像它還有本來的影子出來。是。對，尤其黑矮多迪度有看到一個靈魂，是，我就想說這個靈魂是就是在很多尤其是兩位有一些比較親密的劇碼的時候，那個靈魂還卡在這中，對不對？它一直存在。我覺得那是一個，因為他得了腦部惡性腫瘤，其實在我們有問過醫生，的確，
动过手术之后，可能会有幻觉、幻听的一些状态。对，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设定放在这个角色当中。所以当这个角色很激动或很愤怒或很紧张，就我们通常有些表情就是比较是主角定着不动，但是旁边人好开心哦，一直跳一直跳。重点是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夏哥。对，那在整个设计上面就让他是其实他们2个人是演同一个角色。一个是演外，一个是在演内，一个是心理的，对，变成灵魂，变成老公的灵魂，前夫的灵魂，像是前夫的灵魂一样。但其实2个是，如果大家看那个演出就知道，其实2个人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在一些设计上面啊，包括他的徽章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用一些小小的东西让他有一些模糊，让他知道说，哎，这个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幻觉。这就像舞台剧一样，我们在舞台剧可能非常习惯接收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存在，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场，在舞台剧都很适应。但是在电视里面，之后要不要偷演懂用心，把舞台的元素融入在电视剧里面？因为这个太精彩了，尤其是瑞琪姐跟夏靖庭、夏哥他们2个在对话的时候，有太多其实都是这个女主角内心的对话，然后就透过这样的手法来呈现的话，我觉得她的角色会更有层次。没错，古时候你看到有讲到呀，希卡迪都懂冲耶位，能够以咧隐藏版的角色这位灵魂，古时候啊，呢有发夹夹讲就会轮问台噶，大家只有短短的时间可以回答哦。我现在要来问第一题，然后我们的顺序是瑞琪姐、少奇导演，好，准备好了。第一题，如果出现幻觉，你会希望是谁？幻觉。这个太难了，小汤，小汤，秋天，男女主角不忘放闪就是了。那导演郭台铭。哦，干爹，希望干爹的角色。对，如果经费更多，时间更长，我们可以拍得更好。对，所以这有趣啦，对不对？这部戏其实跟这个幻觉有关系。那所以泰嘎作为想想看，如果有幻觉的话，可以希望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幻觉？其实我想再讲，就是说为什么秀蝶出现的幻觉会是我的前夫？因为秀蝶对于他的一个最后的善终的时候有一点遗憾，所以呢，他对他的这种的东西，他就会一直觉得想要跟他说一些什么东西，想要跟他说一些什么。对，那可是这个幻觉是真的是他吗？还是秀蝶自己？其实是一直在模糊当中。对，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对，也透过这样让大家可以让观众可以更熟悉秀蝶，更了解秀蝶，对不对？就是最后我们拉回善终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善终最后就是我们要遗爱，不要遗憾。对，这种东西就是会牵扯到很多很大的，所以我说这种的东西能把它拍成这么有趣又这么生动又这么深刻的一个戏，是真的很不容易。真的。那个医院的医生说我们能够把那个真的人走到最后，我们说有4道嘛，道歉、道爱、道别、道谢，对，能够融在那个剧情当中。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又很好笑，又很容易看，跟着角色往前走。对，那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包括像小汤这个角色的设定，对，他是一个画家，诗意的画家。那光为了这个画，我们真的想尽了办法。我今天还带了，对，还带了一幅，就是小汤自己的画像，很好看。对，我们总共有4个画家，对，一起来处理。还找4位。对，因为他有不同的阶段，因为透过他跟秀蝶的整个认识过程当中，他整个人包括他的作品都有改变，有孔水晶、路亚、许佩岑老师，还有世祥老师，然后像这个我们还把它做成动画，那是真机哦，对，这是真机，对，然后有做成动画，有看到给团，好好看哦，对，这是一个我就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还蛮有一个特色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觉得毕竟要谈论这个生死的议题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对，而且胆枪爱呢，让我看这部戏，整个大会题是因为我第一度我不用艺术狗 Q 啊，还是水起这冲哎，然后我就很期待。我在看的那一版本还没有放完音乐，就怂恿一起没音哦。我一听完我整个啪，
哇，大哭特哭哎！哎，这是讲哎，咱上狗想做的冲狗啊。不是，那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对，就是用这个方面来诠释这首歌。对，然后也很谢谢恩妮老师，他调了我的声音的一个唱法，要不然他说我好像那种江湖会靠跑出来，原本是这样，是不是？烟嗓有点小声。对，因为我的那个嗓清台嘛，因为以前开过甲状腺疾病，那嗓是懂台，没出样的，所以嗓你冇拄好冲啊，所以有改江湖味跑出来。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低声呢喃，然后娓娓道出自己心里感受。老师老爱过一过以后，还好我还体会得到，就把他那个状况把它给表现出来。而且歌词也很动人，很动人。就是最后一封情书，对，就是这个就是不管是对于真爱，或是对于情人、家人，或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个最后的道别。没错。今天看到瑞琪姐我真的忍不住要讲说，我们有拍一场，就是她要去动手术，然后她跟晨曦他们演母女嘛，那晨曦跟我说她已经哭太累了，她说可不可以不要哭？那她是要送妈妈，妈妈为了她，所以愿意再次动手术，只希望能够维持，让生命延长更多陪伴一些，但生命品质不会好，但妈妈就拼了，还是要这么做。那我就跟他们讲说，这场2个都不准哭，那他不准哭，他们说好，当然说不准哭，所以他们就是脸带着微笑，但眼泪一直往下流，那个更久。所以我自己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会怎么样的，对，这个角色知道会发生什么。对，所以在摸鱼的前面，我就一直哭，因为就知道这演员都已经跟到那个极限，对，不能让妈妈担心。然后妈妈说我要进去，我要让女儿说，我有信心，我一定会好。对，所以那一场哇，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对，还有小汤最后他们来跳那个天鹅湖的时候，也是明明镜头不是带我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最后他的大颗眼泪一直掉在我身上。我觉得那场戏是已经真的是真的是道别了，最后的道别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而且那场戏拍到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讲话，都投入在里面。对，小汤现在要哭了吗？没有，那场是完全大家都所有人都知道演员在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大家都掉进去了，大家都安静，因为镜头没有带他哭的真的是那个，真是完全都是真实的情绪在走。我们说就告诉他快拍，快，顺着走。所以那一场其实拍得很过瘾，因为你要抓住那个 timing， 那整个场子的氛围。那是还蛮神奇的。我也第一次就是这样感受到3位的这个情绪。那其实我是一个哭点低的人，第一次遇到来宾比我哭点还要低。没有，那是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懂用心爱老亚普戏剧嘅感受表达本大家，韩国然后伊咧懂严肃嘅事情，他也可能做得解放人生动到嘅事情，唔过。死也件事情，大家可能唔敢讲，唔想讲，咩唔想去解释，唔过佢就會暗用發生，也就係演藝上身份當中會出現嘅事情，也咩係也3位，今日來到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親密一封情書，愛同大家分享嘅事情。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我們的播出的時間。播出的時間是4月22號星期六晚上9點鐘，歡迎大家來收看最後一封情書。我唔錯，今日什麼3位來到節目當中，謝謝瑞琪姐，謝謝少晴，謝謝導演，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啊，樣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